小朋友好。伫今日嘅课堂之前，小线上有向你哋先看采风起音嘅样片，都有看过了吗？好，你哋哪係看過咧？係唔係啲一開始樣片一開始佢現出來嘅係乜解釋啦？你們看完了彩虹巨人以後，他告訴我們，第一剛開始，整片鬼太片，整片誰人呢？佢得誰啊？妹啊？佢一開始。給都斗改世界，那個小女孩一開始遇到的世界係乜解釋啦？冇唔錯，就係灰色。灰色是什麼色呢？就是我們的灰色。安妞請各位小朋友上課那裡想想看，你個生活地圖乜解係灰色嘅？什麼是灰色的？冇唔錯，壁係灰色嘅。韓國落水嘅雲，看快要下雨的雲，嘛係灰色嘅。韓國乜嘅係灰色呢？風莫奈體奈係灰色嘅。水泥地是灰色的。韓國從了下熱情。大家關啲屋卡做唔得出去了，我哋嘅心情嘛係灰色嘅。安妞小朋友，請你非常看下咧樣片地圖，佢講成日妹一開始佢係講乜解係灰色嘅，乜解係灰色嘅。什麼是灰色的呢？你想想看哦，打過來，你。等下就來練習樣片地圖，繼續講嗰個片咯。青菜係灰色嘅，西蔥啊係灰色嘅，柚子係灰色嘅。接下來，你來紹介其他嘅色彩。接下來，我們要來介紹其他的顏色。在介紹顏色以前，啲紹介色彩之前，你先來看一下你生活地圖。山係乜嘅色啦？山是什麼顏色？冇錯，來大家聽聽講一擺，橙色。山係橙色嘅，出體山係橙色，還有乜嘅係橙色呢？樹葉係橙色嘅，樹葉係橙色嘅，樹葉係橙色嘅，橙色。還有另外一種顏色，我們客家話也是叫做橙色。係乜嘅色呢？是什麼顏色呢？就係倆線上做改善，就是這個老師穿的衣服，什麼顏色？藍色，沒有錯，藍色客家話也是說橙色。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區分，係講你淨係分開來，你講橙色，你唔理解下，你有用辦講呢？那這個時候，我們這個藍色，你就要另外再說明，說是藍色。好，橙色，藍色。灰色，壁係灰色，雲係灰色，雲是白灰色。山係橙色，山是綠色。樹葉係橙色，樹葉是綠色。海係橙色，
海是蓝色，海係橙色，海是蓝色。天係橙色，天空是蓝色，天係橙色，天空是蓝色。嘴唇係紅色，嘴唇係紅色，嘴唇是紅色，嘴唇是紅色。為什麼？你們還記得嗎？我們體育課有講過台風發，台風發，大紅花。為什麼它要叫大紅花呢？因為它就是紅色的。台風發，台風發。好，今天我們的4個顏色就是灰色、灰色、橙色、綠色、橙色、綠色、橙色、藍色。橙色、藍色，另外一個叫藍色，藍色也是藍色，還有紅色、棕色、棕色、棕色。好，那我們今天的作業是什麼呢？就是請你用這4種顏色來畫你喜歡的畫的。你覺得什麼東西是什麼顏色？4種顏色裡面挑選2種，然後畫出來、念出來，就算完成作業咯。小朋友還記得嗎？4種顏色，好，灰色、灰色、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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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色，這個也可以說是藍色、藍色。再來。棕色，棕色，我們的作業就是挑選2種你喜歡的顏色，然後畫出你想要的東西。好，你好，先上課習法咯。現在老師開始畫咯。好，我畫完了，我用了2種顏色。好，那我就會說，花係紅色，花係紅色。葉係橙色，葉係橙色。當然咯，如果說你不會說，但是你可以這樣說：花是紅色，葉子是橙色，這樣也可以哦。